好，大家好。1979年己未年出世嘅朋友2026年丙午年嘅運程如何呢？好，提提大家喺1979年2月4號去到1980年2月3號出世嘅人呢，係屬於己未年出世嘅。咁如果你真係咁啱2月3、2月4出世呢，你就去睇睇嗰年嘅立春係幾時正式進入立春㗎嘛？立春前出世呢，你就係上一個生肖。立春後79年2月4號或者2月3號啦，之後出世，立春後出世咧就係己未年出世。好，幾年嘅朋友今年咧79年出世嘅朋友今年咧落咗乾卦，今年咧比往時咧會有多少負面情緒啦。諗嘢咧會比較好仔細啦，有時會轉牛角尖啦，比較多是非咁啊。嚴重嘅話咧就變做官非啦。咁成日都咁講啦，做生意嘅朋友最驚官非，最驚係咩？最驚同股東自己股東打官司。咁如果打工嘅朋友呢個問題應該唔大嘅，可能就係多咗是非或者多咗鬧交啦嚇。今年咧咩非重咗喎？有個天柱喺度咧，天柱意思就係咩？頂住個天嗰條柱嘛。咁你嘅責任感或者係責任比往時大咗喎。咁微月旺上嘅，咁你今年其實你自身運其實幾強嘅，都唔怕有啲咩嚟克住你嘅。運勢強咧就係大致今年想處理嘅事情都能夠完成喎，幾好唔錯。好啦，咁話就話冇克你啫，俾到壓力你嘅嘢係咩咧？固有傳統你不嬲面對緊嘅問題，每個人唔同嘅，可能喺生活上邊、感情上邊、人際關係上邊錢上面或者工作上邊，每人會一樣㗎，每個人都唔同，咁所以咧，已有嘅問題會繼續都要煩擾你。但係今年咧，個煩咧，因為你自身運強能力強，所以嗰個問題唔係好大。另外咧，外邊咧出邊會有啲人或者事情咧會拖住你嘅進步，因為有九地同道門咧嚟麻煩你嘅，即係拖住阻塞唔喐，咁會令到你咧停滯不前。但係咧，以你嘅運勢或者你嘅能力咧，呢啲你要使多少力咧就可以向前行噶啦，用力啲就可以啦。小心咧嚟幫忙嘅小伙伴小朋友或者後生啲嘅，比你低一個 level 兩個 level 嘅人嚟幫你手，嗰啲人咧可能嚟幫到忙喎，好心做壞事。咁睇一睇佢哋嘅出品，你先再發出去俾老細或者俾個客啦。好啦，咁幫你嘅咧有多啲走動，幫你嘅多啲走動，多啲喐嚟喐去，唔好定咗喺度，唔好喐。咁讀書運唔錯今年如果有短期進修，今年考試又 OK 嘅喎。咁仲有就係對自己嘅要求高啲啦，扮靚或者自身修為外在內在咧都提升自己咧，對自己有益。平輩貴運，貴人運唔錯喎，小問題你舉個手，打個電話，揼個頭搞掂。仲有個多旅行，多走動，跟住又去旅行係對你有益喎。仲有今年咧識多啲新嘅朋友，識多啲新嘅人，要儲嘢成日都要儲啦，儲下人際網絡。今年識多啲新嘅朋友對你嚟講係有好大幫助。好，咁呢個自身運冇乜大問題，幾好喎。今年好，去到工作啦，工作咧今年就冇乜大問題噃。又你雙生嘅，即係官祿宮同自身宮位咧係雙生嘅，工作問題不大，不過可能工作會少咗、減輕咗啦，或者如果做生意少咗啦，工作量會減少咗嘅。或者可以咁講啦似乎工作上邊冇咩方向咁，有工為返，有生意咪做咯，as normal 咁冇乜大問題嘅，可以繼續問題不大。財運咧就人克時，今年財運不過不失喎，可以控制到嘅。意思就係財冇直接生住你，但係你可以控制到啲錢，即係所以話咩咧？你努力理財咯，望下 plan 下應該使就使，唔應該使咪停咗。咁你咧今年嘅目標咧應該可以達成到，冇問題嘅。好啦，咁感情上邊咧今年感情上邊嗰個比較悶有啲困嘅感覺，即係唔係太喐啦。男同女都好似唔係太喐喎。咁應該問題都不大。我見到唔睇有啲悶啦，感情上邊
問題唔大嘅，唔會有咩大鬧交啊，咩好麻煩嘅事又冇嘅，放心。好啦，到健康上面咧，今年健康都問題不大啊，因為個病符咧就冇嚟克住你，冇嚟搞你嘅，咁所以咧健康小病小痛啦，要注意一下咧就係呼吸系統嘅問題啦，係啊。好啦，咁啊1979年係幾微年？好啊，1979年出世嘅朋友咧，大家可以幫我點個讚。關注或者俾個 like 我。如果想知道今年專為你而設嘅奇門遁甲布陣係點樣布，可以幫你趨吉避凶嘅話咧，你可以喺留言區嗰度咧留低留言，我想知點布陣，咁我就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俾佢知點樣布啦。咁啊，祝大家2026年咧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。